我接觸蛙艇係2014年，學校推廣，跟住有朋友翻咗嚟，但係咧我學校推廣我係冇俾人選上嘅，即係我嗰陣時係好渣嘅。然後但係啲朋友佢哋有翻嚟，咁佢哋想多啲人一齊去玩，咁佢哋又邀請埋我。當時一開始細個嘅時候係純粹想減肥嘅，純粹係諗住成班朋友一齊翻嚟玩，好開心。阿棟，當初開始訓練嘅時候，你係跟邊位教練嘅？第一次翻嚟就係跟住阿玲嘅。當時第一次俾教練揀中咗，就去咗體育學院嗰度同其他 PID 一齊訓練。咁其實嗰陣時就應該係跟住阿九同埋阿新多啲。當時要翻6點鐘早課，你係點樣翻嚟㗎？當時因為如果住喺青衣咧，就算搭最早嗰班車咧，由巴士轉小巴啦，講緊4點半起身，咁要6點準時出現喺沙田都係冇可能嘅，因為最早嗰班車嚟到呢度都要6點15分。但係嗰陣時為咗咧趕住同大隊一齊訓練咧，咁就諗咗啲比較得意啲嘅 idea 啦，咁就揾咗幾個朋友都係住好遠嘅。然後嗰陣時冬天，我哋就喺呢個公園度紮營，咁就瞓咗一晚。但係其實咧，我哋9點零鐘就開始瞓啦，因為太凍啦。但係咁第二朝我哋4點零鐘就喺度打冷震咁樣醒晒，咁就偷偷地走咗去體院入邊沖涼，沖熱水涼。跟住第二朝俾阿新教練知道咗，咁佢就話：你哋以後唔好再咁樣。你幾時係正式叫做代表香港去參加國際比賽？真係入咗體育學院之後，就想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咯。因為代表過出去比賽就可以着住好多名正言順咁樣着住啲香港代表隊嘅衫。以前細個就未諗住要贏啲咩比賽，即係可以代表香港佬出去比賽已經覺得好光榮。2014年第一個比賽係喺台灣嘅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喺台灣嘅宜蘭，應該係男仔4人雙槳艇嘅第4名。經過一次又一次比賽嘅失敗，都有啲唔甘心嘅諗法。當時係點樣一步一步取得亞青嘅金牌嘅？即係覺得如果攞到牌嘅話，都唔係冇可能嘅。如果再努力啲，我唔係好甘心咯。所以之後嗰年就已經有打算，即係轉咗個全職嘅運動員，想去就唔再係淨係出去比賽啦，就係想贏個比賽。應該係2015年嘅4月簽咗全職嘅運動員，然後入咗去體院度住。其實15年嘅時候係諗住要衝擊呢個亞青嘅金牌，因為當時已經轉咗 full time 1年，但係到最後去到真係比賽嘅時候，又係輸咗少少俾中國隊，所以嗰一刻嘅又好似將上一年嘅唔甘心再放大咗啲咁樣，所以之後去到16年就真係更加完全100% 擺晒啲心機喺蛙艇度。因為當時本身係諗住轉去林大輝讀書嘅，但係嗰個計劃就擱置咗1年，所以就變相就直接 full time 咁樣練足成年。咁然後16年第一次我真係覺得自己成功嘅一個比賽，就係可以好dominate咁樣攞到一個金牌喺亞洲區嘅青少年比賽。16年，即係泰國。OK， 我都有嘅。係啊，我知。當完成咗青年組嘅時候，你又點部署踏入成年組嘅戰場，同埋點樣部署你去到完成你嘅夢想呢？當時其實完咗青少年階段之後，我哋仲有個 U23俾我哋去銜接，由 Junior 去到 Senior。咁喺 U23，其實我哋過往啲師兄都有攞過啲好好嘅成績。即係既然香港有前人可以做到呢一啲成績，即係都會問自己，我哋係咪都可以做到嗰啲成績咧？咁就會俾到一啲動力我去繼續努力咯。去到2018年就好明確個目標，係我人生中第一個真係參加到嘅大型運動會。我覺得當時我係覺得，如果有份參加，咁就一定會有好成績。我就冇去諗去邊個項目要攞啲咩獎牌，我淨係不斷喺訓練嘅時候去鞭策自己，喺希望自己可以爭取到上到嗰條艇，或者甚至乎可以兼項去打多啲唔同嘅項目，等自己可以攞獎牌嘅機會大啲。到最後係參加咗男仔輕量級嘅4單同埋8單，8單就攞到個銅牌。我覺得係
對我自己努力訓練嘅一個肯定。當時嗰一刻，人哋點樣睇我，或者人哋覺得我努力嘅方法，我覺得外界會有好多聲音去質疑我。但係我覺得成績或者獎牌就係對我自己努力最好嘅肯定。自己內心係認為我做嘅嘢係啱嘅，我亦都付出咗100%嘅精神同埋心機去為嗰件事而努力。即使攞唔到獎，我都覺得係我對自己有一個交代。咁當然好幸運地，我哋攞到個獎牌，咁就更加肯定到呢一份努力。你覺得你喺賽艇項目中有啲乜嘢嘅天賦呢？同埋呢啲長處又點樣去到幫到你去到爭取更多更好嘅成績呢？我自己係有一部分嘅天分喺蛙艇度，但係嗰種天分唔係比人哋高啊，或者比人哋大隻。我覺得我自己嘅天分係我可以好專注咁樣去做一啲每日重複性好辛苦嘅訓練，而且完成晒佢之後，我會有一種滿足感。我覺得呢一種係我性格上嘅天賦嚟，咁所以我想將呢一種天賦再體現多啲出嚟，咁所以我就再參加咗下一屆嘅亞運會。喺疫情期間影響到我哋好多嘅訓練部署，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嘅？我好記得係我哋2019年出咗去 training camp， 跟住我哋本身喺意大利訓練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就話有疫情，咁因為當時歐洲人普遍都覺得係亞洲人帶起咗個疫情啦，所以特別我哋 Asian face 喺歐洲就好似過街老鼠咁樣，即係好嚴重嘅歧視啦。咁所以我哋之後就不斷買到邊邊機票，我哋就飛去邊度啦。咁我好記得我哋係由意大利去德國，咁本身德國係應承咗俾我哋喺嗰度做一個短期嘅訓練營嘅，但係我哋第一日去到，人哋就已經拒絕咗我哋，就要送走我哋。咁之後我哋就去咗加拿大啦。咁但係因禍得福啦，我哋又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但係其實去唔同嘅地方，全部人都好歧視我哋，唔係好中意我哋嘅當時。咁所以我哋輾轉反側到最後返香港就經歷咗第一次嘅隔離。喺酒店隔離嘅時候，我哋一人有一部單車機，跟住就喺入邊進行咗14日嘅自我隔離訓練咁樣啦。當時又覺得幾有趣嘅，但係再發生咗幾次嘅時候就唔係好覺得好有趣。喺21到23年間，我哋經歷咗疫情同埋亞運會延期舉行，當時有好多時間都喺國內練習。當時你哋有啲乜嘢嘅感覺㗎？老實講，嗰個訓練營時長係真係好長，因為好似係7個半月左右喺內地，冇返過香港。咁但係當時嗰一刻，我覺得因為我同我拍檔黃偉俊個心態係好清晰嘅，但係嗰陣時冇話諗住要攞最好成績，我哋只係諗住可以衝擊一個獎牌。咁而我哋亦都覺得我哋係具備呢個能力衝擊嘅。咁至於獎牌咩顏色就唔係我哋去決定啦，我哋只能夠盡我哋最大努力去訓練。咁所以當時嗰幾個月喺內地訓練，其實係都幾享受嗰個每一日好集中進步嘅感覺。咁直至到個訓練營去到好似係訓練營2個月左右之後，就突然之間知道咗亞運會會 postpone 啦。咁知道咗之後，我哋2個傾過，其實冇覺得係好事或者唔好事。咁唔好嘅話就係要再好艱苦咁樣訓練多1年啦。好嘅話就係我覺得俾我哋2個經驗唔係咁多嘅運動員可以再儲多1年經驗，再穩定啲咁樣可以發揮到我哋自己嘅 performance。當時嗰刻我冇特別有 hard feeling，我只係覺得既然已經發生咗啦，咁就面對佢咯。喺預備杭州亞運會前嘅2年間，你覺得整個嘅訓練計劃好唔好嘅？我覺得呢個係真係歸功喺吳教練度嘅。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係好想努力咁樣做好嗰樣嘢，但係我覺得冇乜人相信我，所以我自己都開始唔係好相信自己。我就算去到 start line， 我都係覺得我會好緊張，我會發揮得唔好。咁而吳教練嚟到之後，我哋返咗內地集訓啦。咁我哋唔係淨係自己訓練嘅，我哋都同其他省隊或者市隊一齊集訓。咁期間我哋會進行好多合練，即係我哋模擬比賽啦。咁同一啲未知嘅對手進行一啲高強度訓練。咁我覺得係慢慢俾到我一種信心咯。因為可能我哋1個月已經有3到4次合練。咁就模擬呢個比賽嘅感覺，咁令到我哋好似可以喺比賽之前已經模擬咗好多次我哋比賽嘅時候會發生嘅事。咁而且我覺得去到2023年係真正亞運會啦。咁2022年postpone咗亞運會，但係其實都仲有亞洲錦標賽。
咁我哋去亞洲錦標賽嘅時候，其實當時我哋對自己嘅水平都係好有信心。咁我哋亦都好彩咁樣喺22年度攞到冠軍啦。其實嗰一次亞洲錦標賽嘅冠軍，亦都奠定咗我哋2023年嘅亞運會有更加大嘅信心。喺杭州亞運會終於攞到一面金牌啦，你嘅感覺係點樣嘅？不論嗰陣時攞到依家呢一刻過咗咁耐，即係過咗1年幾啦，其實個感覺對我自己都係覺得好似好夢幻咁樣。因為我當時2015年轉全職嘅時候，咁啱2014年阿海攞到第一塊蛙艇嘅亞運會金牌，咁嗰陣時啲報紙報完之後，當時我先15歲，我睇到我就覺得哇真係好有型，因為一個阿海咁大個喺份報紙上面。咁嗰陣時就覺得，喂，如果我都可以攞到亞運會金牌就好啦。但係當時同佢哋訓練嘅時候，哇！我同佢嘅水平爭，我都唔知點講。即係由嗰陣時嗰一刻去到自己真真正正衝線攞到，或者到今時今日沉澱咗1年幾之後，都係覺得哇！呢件事真係好唔可信咁嘅感覺。即係到呢一刻都係覺得，每次即係就算係冇嘢做嘅時候，攞嗰段片出嚟睇，都會覺得好神奇嗰種感覺。係，就我覺得呢種係即係做運動員或者大型運動會嘅魅力，而且係特別配合住嗰啲側邊啲教練，有時佢哋拍住啲片，佢哋踩單車喺度嗌，又當時我喺水上面，我好清楚咁聽到側邊香港咁樣嗌，有種毛管戙嘅感覺，即係嗰啲感覺就係我覺得呢一世都唔會唔記得咯。阿棟，你係點樣部署下一次嘅亞運會訓練呢？老實講，上年有經歷過一小段打擊嘅，因為當時即係同舊嘅 partner 攞到咁好嘅成績啦，我梗係想將呢個成績繼續帶落去啦。咁但係個 partner 選擇咗退役，咁我都尊重佢嘅決定嘅。咁佢自己有佢嘅諗法啦。咁但係當時咧，我自己就喺個隊入邊未揾到另外一個好合適嘅拍檔，而且就算揾到另一個拍檔出嚟，都其實需要好長嘅一段時間去同佢磨合。因為以前同舊嘅 partner 係好多嘢好似唔使講，大家知道大家諗咩。去到依家換咗一個新嘅 partner，就好似離開咗我自己一個舒適圈咁樣。咁但係其實經過咗1年同新嘅拍檔慢慢磨合啊，咁大小比賽去互相遷就下，一齊進步，其實都慢慢開始揾得翻以前慢慢一齊努力嗰種感覺。今年嘅話就希望可以喺全運會度發揮到我哋自己最好水平啦。咁當然最好就係攞到獎啦，然後仲有就係下年嘅亞運會。咁多年嘅訓練同埋比賽，總有一啲人或者事會令你好難忘嘅，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總教練咯，吳教練，因為我其實細個我覺得我自己對自己幾高要求。以前同阿 Chris 講咧，即係佢可能我英文唔係咁好啊，細個嘅時候，跟住同佢溝通，佢可能唔係好完全理解到我自己諗法。咁但係佢有嘗試理解嘅，但係可能我表達得唔係咁好。但係同吳教練一齊去衝蛙艇呢樣嘢，佢會明我講咩咁樣，即係我做嘅每一樣嘢，佢好似已經預先知道咗我係諗緊咩，即係嗰種感覺，好似俾人理解嗰種感覺係對我嚟講，我覺得有一種我落去比賽，我覺得好踏實，即係除咗我自己努力訓練咗之外，我覺得佢好似 keep 住都係喺度扶住我咁樣咧，嗰種感覺。當你真係退役之後，你估你會唔會繼續參與我哋呢個嘅運動項目呢？自己覺得，即使我退咗役，其實我應該都會想繼續蛙艇。我哋訓練好早嘅，咁有時5點半起身，6點鐘就已經差唔多喺條河。作為一個香港人，平時嗰啲 lifestyle 已經夠快啦。咁但係能夠朝頭早揾到一個好似好寧靜咁嘅感覺啊！我自己最中意就係冬天嗰啲，即係好低獎頻慢慢蛙嗰種感覺，即係好似可以完全拋離晒其他所有嘢，好 peaceful 咁樣自己喺度做一個 exercise。我覺得呢個感覺係其他運動唔係好俾到我。你會點樣解讀我哋呢項運動呢？我會話蛙艇係一個好艱辛、好艱苦嘅運動，但係佢亦都與此同時可以帶俾你好多嘢，唔單單只係你有一個更加健康強壯嘅身體，更加多嘅係你嗰一種自律，嗰一種意志力，以至到唔係淨係你嘅意志力，以至到唔係淨係喺蛙艇度，亦都係衍生到所有嘢度。就我會好掛住嗰種感覺，即係嗰種感覺係唔會話去追求其他嘢，一齊出去比賽就係想一 team 人出去一齊比賽。邊個攞到成績，其他人都會為佢覺得開心嗰一種關係。阿棟，你嘅屋企人點樣去到睇你嘅訓練呢？
支持定係反對呢？老實講，佢哋一開始唔係太支持嘅，因為我15歲同佢哋講我想搬出嚟住嘅時候，佢哋都有啲莫名其妙，因為好突然嘅，我就係當時聽到有得轉全職，然後去讀林大輝中學，咁我就即刻攞份表翻去同佢講話，老豆，我準備搬出去住。咁佢冇特別反對嘅，但係佢就話嚇咩嚟㗎咁樣，咁我就解釋咗一次，佢又覺得你中意嘅可以做，但係你要諗清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當時我就話我好清楚，我知道我自己想做咩。咁佢就問我有咩目標，咁我就話一係我就亞運會要攞金牌，一係我就要去奧運會。咁我當時咁樣答咗佢啦。咁可能佢哋唔知道有幾難，因為佢話哦咁好啦，咁你就去啦。咁跟住就係啦，佢就咁樣入咗去體院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表面上冇話特別支唔支持，但係其實佢哋內心係好支持我嘅，因為不論我喺香港啊，或者我喺國外訓練啦，咁我喺香港，佢哋成日都話：喂，你攰唔攰啊？你要唔要翻嚟食飯啊？咁我話我好攰啊，我都想翻屋企見下你哋。咁佢哋就會由屋企揸車過嚟呢度接我，再翻屋企食飯。跟住翻屋企食完飯又送翻我翻嚟呢度，再佢哋自己翻屋企。咁嗰段時間就覺得，即係屋企人咁支持我，我一定要攞到好成績，佢好似俾啲回報佢咁樣。Okay. 即係當時自己有咁嘅感覺。隊員都有咁上下嘅諗法，即係冇反對，其實已經係支持。係啊，即係有你話好強烈地反對咁樣嗰種就冇有講。但係你話好不作反對咁，其實就已經叫支持，默認支持。